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5月14，咱要对士师记第3章读到第7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3章，上主留这个族是要试验遐毋捌经历迦南战争的以色列人，要互以色列的后代，就是遐毋捌经历战争的人，知佮学习交战。留落来的族有5个非利士的领袖，所有的迦南人、西顿人，甲住伫巴力黑门山甲哈马隘口中间的黎巴嫩山的希米人，留这个是要用因来试验以色列人，看因肯听探上主通过摩西命令因来做的改变也无。对安尼，以色列人住伫迦南人、赫人、阿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希米人、亚布斯人的中间，娶因的查某囝做某，嘛将查某囝嫁互因的囝，煞去服侍因遐的神明。以色列人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袂记得上主因的上帝，去服侍这的巴力甲阿舍拉。上主就对以色列人发大生气，将因交予米索不达米亚王古珊利萨顿。以色列人服侍古珊利萨顿8年。以色列人求叫上主，上主就为着因兴起一个拯救者，解救因，就是迦勒的小弟基纳斯的囝俄德列。上主的神临到伊，伊就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伊出去交战。上主将米索不达米亚王古珊利萨顿交伫伊的手，伊就赚赢古珊利萨顿。迄个地区就太平40年。后来基纳斯的囝俄德列死，以色列人搁做上主看做歹的事。因为因安尼做，上主予摩押王伊基伦强盛，攻打以色列人。伊基伦调集阿门人甲阿玛力人来伊遐，去攻打以色列人，占樟树城、耶利哥。对安尼，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。以色列人求叫上主，上主就为着因兴起一个拯救者，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囝以弗。伊惯势用倒手，以色列人派伊去甲摩押王伊基伦进贡。以弗拍一支双面来的剑，长半公尺，绑伫正骹用衫砍着。伊带雷米去见摩押王伊基伦，伊基伦真大哭。以弗恨雷米了后，就叫跟雷米的人倒去。伊家己对瓦棍叠甲拍着伤的所在，活倒转来对王讲：王我有秘密的事要甲你报告。王讲：回避。遐个伺候王的人就拢摕出去。迄时王家己一个坐伫清凉的楼顶，以弗行活去，对伊讲：上帝有话交代我甲你讲。王就对座位徛起来，以弗就伸倒手对正骹拔剑出来，插入王的腹肚，连剑的柄嘛煞插入面，剑予油夹条。以弗无将剑对王的腹肚拔出来，王的屎流出来。以弗出来走廊，将楼顶的门关起来锁着。伊出去了，王的部下来看到楼顶的门关着，搁锁着，就讲伊一定是伫清凉的楼顶伫大便。因听候到心着急，看到伊无开楼顶的门，
就举锁匙来开。哎呀，因的主人竟然倒伫涂骹死伫遐。伫因拖现的时，伊弗已经逃走，过拍石像的所在，走到西伊拉。伊弗到以法莲山区的西伊拉，就分扫角。以色列人对山区落去第一，伊就行伫因的头前领导因。伊对因讲：恁来缀我，因为上主已经将恁的对着摩押人交伫恁的手。因缀伊落去，攻取摩押对面的约旦河渡头，毋准人过河。迄日，因杀死摩押人大约10000，拢是强猛的勇士，无一个逃脱。对安尼，摩押人就受以色列人制服。迄个地区太平80年。以弗以后，阿那的囝珊迦用赶牛的刺棍拍死600个非利士人，伊嘛解救以色列人。第4章，以弗死了后，以色列人搁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上主将因交予统治下索的迦南人亚宾。伊的元帅是西西拉，住伫哈罗色哈哥因。亚宾王有铁的战车900台，伊残忍欺压以色列人20年。以色列人哀求上主解救。迄时有一个女先知底波拉，就是拉比多的某，做以色列的士师。伊住伫以法莲山区拉玛甲伯特利的中间。底波拉的樟树骹，以色列人拢去伊遐听伊的判决。底波拉派人去拿弗他利的基底斯，叫阿比拿安的囝巴拉来对讲：上主以色列上帝减无命令你着带拿弗他利的人甲西布伦的人10000，甲你去塔卜山。我要互亚宾的元帅西勒达甲伊的战车、伊的全军来到基顺河你遮，我要将因交伫你的手。巴拉甲伊讲：你若要甲我做伙去，我就要去；你若毋，我就毋去。伊讲：我一定会甲你做伙去，毋过你即本出征，袂互你得到阳光，因为上主要将西西拉交伫一个附近人的手。底波拉就甲巴拉做伙去基底斯。巴拉召集西布伦人甲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，缀伊去的有10000人。底波拉嘛甲伊做伙去。迄时，摩西丈人何巴的后代基尼人希拜离开其他的基尼人，来伫基底斯附近的撒拉因上树边搭布边住伫遐。有人甲西西拉讲：阿比罗安的囝巴拉已经上去塔卜山。西西拉就调集伊隆重铁的战车900台，甲全军对哈罗色哈哥因来到基顺河。底波拉对巴拉讲：进攻！今仔日上主将西西拉交伫你的手啦。上主伫你的头前在带你。巴拉就对塔卜山落来，缀伊的人有10000。上主予西西拉以及伊所有的战车甲军队受巴拉攻击，混乱四散。西西拉落车起骹逃走。巴拉对入遐的战车甲军队到哈罗色哈格因。西西拉的全军拢受杀死，无留甲半个。西西拉起骹逃走，走到基尼人希伯的某雅億的布边，因为哈索王亚宾甲基尼人希伯的家关系真好。雅億出来
迎接谢谢啦，对伊讲，我的主，请入来我遮，毋免惊。谢谢啦，就入去伊的布边，雅伊就用毯仔甲伊盖着。谢谢啦，甲伊讲，我喙焦，请你用一寡水互我啉。雅伊就开第年的杯茶互伊啉，伊原阁甲伊盖着。谢谢啦，阁甲伊讲，你徛踮布边门口，若有人来问你，有人来你遮无？你着讲无。谢谢啦，夜深困淡眠。鱼伯下某雅会摕布边的旗仔，手举推仔，用点伫行去伊遐，用拖仔对伊的鞭仔钉入去，烫到涂骹，伊就死。迄时巴拉对伊入，谢谢啦，雅会出来，迎接伊对伊讲，请来，我互你看你伫找的人。巴拉就甲伊入去，巴拉看到谢谢啦已经倒伫涂骹，死伫遐。旗仔要钉伫伊的边边。对安尼，上帝互迦南王亚宾受以色列人祝福，以色列人哪来哪强盛，赢过迦南人亚宾，最后将迦南人亚宾消灭。第5章，迄日，底波拉甲阿比罗暗的囝巴拉唱歌讲：以色列中有领袖带头，人民甘愿牺牲，恁着称赞上主。君王啊，着听；统治者啊，着压耳空听。我要向上主唱歌，我要唱歌称赞上主，以色列的上帝。上主，你对西尼出发，对以东的地前进。迄时，大地摇拽，天变水，云落大雨。正山伫西奈山的上主面前动摇，伫上主以色列上帝的面前摇拽，伫安那的囝三加的时，伫那的日，上帝无搁对遐经过，旅行的人崛起行小路，以色列农村爬远拢无人带。到我底波拉起来做以色列人的老母，以色列更新的神明，战争就来到因的城门。迄时，以色列4万人的中间，看袂到盾牌甲枪。我的心意以色列的领袖，意向甘愿牺牲的人民，恁着称赞上主。骑白色驢母的，坐马鞍的，旅行的，恁拢着报扬。入水的所在有唱歌的人的歌声，因咧讲起上主公义的所在，就是伊解救以色列农民的作为。迄时，上主的子民落去到城门欢呼，底波拉着兴起，着醒起来，着唱歌，巴拉着起来，阿比罗暗的囝着掠你的俘虏来。迄时，所剩的贵族落来，上主的子民亲像勇士为我出征，对幼发人来的进入山谷，对伫便雅悯支族的后面，有领袖对马吉落来，有指挥官对西布伦出来。以萨迦的领袖甲底波拉做伙来，以萨迦缀伫巴拉后面，甲伊做伙冲入山谷。
女变心惆惆无决断。因是安怎留伫羊巢？听过羊的人本片仔，女变心惆惆无决断。家己住伫约旦河东边，但是安怎留伫船顶？亚瑟停留伫海边，安居伫港口。西布伦是拼命毋惊死的人民，纳弗他利伫战场嘛是安尼，军王拢来参战。迄时迦南诸王伫米吉多水边的塔拉交战，毋过无抢着阮，星神嘛对天参战，对因的轨道攻击西西拉，基顺河甲因冲走，基顺河的水强佮大，我的心啊，就奋勇前进，勇壮的马奔走，亲像在飞，马蹄的声亲像雷遐尼响。上主的使者讲，着咒诅米罗斯，动咒诅遐的子民，因为因无来帮赞上主，无帮赞上主攻击对敌。基尼人希伯的某雅叶，比所有妇人人较通学乐，比住伫厝里的妇人人较通学乐。西西拉讨水，雅叶互伊牛奶，用贵重的盘芳饲牛互伊。雅叶手提起仔，正手举工人的推仔，讲西西拉拍碎伊的头，砸痛伊的边边，伫伊的骹前西西拉落落去，倒直直，伫伊的骹前落落去，袂振动，西西拉伫遐落落去死去。西西拉的老母对窗仔看出去，伫窗仔边哭哭上讲，是安怎伊的战车还袂倒来？是安怎还袂听到车轮的声？伊聪明的宫女回答伊，伊嘛家己安尼讲，因一定是伫分战利品，逐个勇士分着一两个查某囡仔。西西拉一定分着彩色的衫，彩色绣花的衫，两领彩色绣花的衫，披伫红棍做战利品。上主啊，愿你的对敌拢安尼消亡灭亡，愿听你的人亲像日头出现光影影。以后迄个地区太平40年。第6章，以色列人搁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上主就将因交伫米甸人的手7年。米甸人比以色列人较强，以色列人为着要逃避米甸人，就伫山里挖山洞起要塞。以色列人踏遍夜境了后，米甸人、亚玛力人甲东边的部族拢来攻击因，伫遐砸赢，将迄所在到加设规个地区的农作物拢毁坏，嘛无留牛、羊、驴甲食物互以色列人。因带精生甲布片来，人野甲骆驼剩袂了。因亲像规群草蜢毁坏迄个地区。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，凄惨落魄，就求救上主。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，求救上主，上主就找先知去因遐，对因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我有带恁对埃及做奴才的嫁出来，我叫恁脱离埃及人甲所有压制恁的人的手，伫恁的面前甲因赶走，将因的土地赐互恁。我嘛捌对恁讲，我是上主恁的上帝。所以恁虽然住伫阿摩利人的地，毋过毋通拜因的神明，总是恁
毋肯听我诶话。上主诶使者到俄弗拉，坐伫阿比以下宗族诶人约阿斯诶上手骹。迄时约阿斯诶囝基甸伫酒窟遐伫拍卖，毋爱互米甸人看着。上主诶使者对基甸狠狠对伊讲：强猛诶勇士，上主甲你同在。基甸对伊讲：先生，上主若甲阮同在，是安怎阮会遮尔凄惨？阮诶祖先所甲阮讲，上主带阮出埃及，遐诶基士伫倒位？但上主已经放杀阮，将阮交互米甸人。上主对基甸讲：你得用你诶气力去解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诶手。我现在就差派你去。基甸应伊讲：主啊，我哪有法度解救以色列？阮诶宗族是玛拿西支族中上卑微诶，我是阮兜上细诶。上主对伊讲：我要甲你同在，你要拍败米甸人，亲像咧拍一个人。基甸讲：我若对你得到稳定，求你互我一个证据，互我知甲我讲话诶就是上主你。请你毋通离开遮，等候我倒来，带礼物献互你。上主讲：我会等候你倒来。基甸就去准备一只山羊仔，用10公斤面粉做无夹饼，肉下伫篮仔，用鼎底汤，带到上手骹献互上主。上帝的使者对伊讲：肉甲无夹饼下伫即个石盘顶，汤倒出来。依照安尼做，上主的使者伸出手里举个管仔，用管仔尾吐肉甲无夹饼，就会对石盘倒起来，将肉甲无夹饼拢烧去。上主的使者就对基甸的目睭前消失。基甸知伊是上主的使者，就讲：惨啦！至悬的上主啊，我当面看到上主的使者。上主对伊讲：安心，毋免惊，你袂死。基甸就伫遐甲上主起一座祭坛，号名叫做上主沙龙。这个坛到今仔日还伫阿比以下族的俄弗拉。迄暝，上主吩咐基甸讲：你看恁老爸的牛犅，就是以另外一只7岁的牛犅来，佮拆毁恁老爸为巴力起的祭坛，侧单边的阿瑟拉雕像。伫即个要塞顶面，照规定为上主你的上帝起一座坛，献迄只牛做烧化祭，用你所造的阿瑟拉雕像做起火的材料。基甸就带10个仆人，照上主的吩咐去做。伊因为惊家族甲城内的人毋敢伫日时做即个代志，就伫暗时做。城内的人透早起来，看到巴力的坛已经拆毁，坛边的阿瑟拉雕像互人撤掉。第二只牛献伫新起的祭坛，因讲来讲去，这什么人做的？因查问了后，就讲这是约阿斯的囝基甸做的。城内的人对约阿斯讲：甲你的囝交出来，互伊死，因为伊拆毁巴力的坛，撤坛边的阿瑟拉雕像。约阿斯甲所有攻击伊的人讲：恁要为巴力辩护是无？恁要救伊是无？若有人为巴力辩护，天还袂光以前，就互迄个人死。巴力若是神，就互伊家己为着伊的坛受拆毁辩护。对迄日起，人甲基甸叫做耶路巴力，意思是互巴力甲伊争辩，因为伊毁坏巴力的坛。迄时，米甸人、阿玛力人甲东边的部族
拢自责，过约旦河伫耶稣的山谷知影，上主的神临到基顿，伊就分扫甲。阿比以下宗族的人拢组织军队伊派使者去马拉西全地区，马拉西人就组织来对伊。伊个另外派使者去亚瑟、西布伦、拿弗他利地区，这几族的人嘛拢来会合。基顿对上主讲：你若真正应允，要通过我解救以色列，我会下规领油门伫五谷场。若简单油门有漏水，涂骹拢焦焦，我就知你要照你的应允，用我解救以色列。代志果然安尼发生，过去透早，基顿起来，烧油门，对油门烧一碗甜甜的露水出来。基顿阁对上帝讲：恳求你毋通生气，我阁求一遍就好，求你互我阁用油门试一遍。即便只有互油门焦焦，涂骹拢有漏水，因为上主嘛安尼做，油门焦焦，涂骹拢是漏水。第7章，耶路巴力就是基顿，甲所有对伊的人透早起来，伫哈律水泉边集营。米甸人伫因的北边，我郡摩利山的山谷集营。上主对基顿讲：对你的人伤多，我袂当将米甸人交伫你的手，才免以色列人对我夸口讲，是阮靠家己赚赢的。你着对人民宣布，老人惊死，通离开基列山倒去。安尼就22000人倒去，还剩10000人。上主对基顿讲：人要伤多，你着带因落去到水边。我要伫遐为着你拣一寡人，我甲你讲倒一个人通甲你去，迄个人就会当甲你去。我甲你讲倒一个毋通去，迄个人就毋通甲你去。基顿就带人民去到水边。上主对基顿讲：遐个亲像狗用子潜水的人徛一边，跪落去啉水的人徛另外一边，用手捧水起来钱的有300人，其他遐个拢跪落去啉水。上主甲基顿讲：我要用这个捧水起来钱的300人解救恁，将米甸人交伫你的手，其他人拢通倒去因兜。安尼留落来，迄300人对其他的人接粮食甲扫角。基顿就解散其他的以色列人，互因倒去因兜。米甸人集营伫以色列人下面的山谷，因为上主甲基顿讲：起来，落去攻打迄个兵营，因为我已经将因交伫你的手。你若毋敢进攻，你甲你的仆人普拉就落去因的兵营，注意听因在讲什么，就胆量落去攻击。伊就甲伊的仆人普拉落去武装部队的营边，规个山谷拢是米甸人、阿玛力人甲东边的部族，因亲像草莓遐多，因的路途亲像海边的沙算袂了。基顿到的时，有一个米甸的兵仔甲伊的同伴讲伊的梦，讲：我梦见一个梦，我看到一个大麦饼高入米甸的兵营，甲一个布片弄倒，布片飞恁转，倒甲边边。伊的同伴因讲：这一定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囝基甸的刀。上帝已经将米甸人甲全军交伫伊的手。
基甸听着迄个人的梦甲解说，就跪拜上帝，伊倒来以色列人的兵营话讲起来，上主已经将米甸的军队交伫恁的手啦。伊就将迄300人分做3队，将扫角甲空翁仔交互因逐个人，翁仔来藏火把。伊甲因讲：恁着看我安怎做，我到营边的时安怎做，恁着照安尼做。我甲遐个甲我做伙去的人分扫角的时，恁着伫营的四围分扫角。搁话为上主。为基甸，伫半暝以前，卫兵拄啊换班了后，基甸甲缀伊的100人来到营边，因就分扫角，讲破手里的翁仔。3队的人拢分扫角，讲破翁仔，倒手举火把，正手举扫角，因大声喊讲：为上主举刀，为基甸举刀。因伫兵营的四围。逐个人徛伫家己的所在，全营的敌军哪发哪逃走。迄300个人分扫角的时，上主互米甸全营的人互相抬来抬去，全营的人拢逃走去西利拉的伯示他，一直到瓦郡他巴的阿伯米荷拉。以色列人对拿弗他利、阿瑟甲马拉西所有的地区组织来对入米甸人。基甸派使者到以法莲山区逐所在讲：恁落来对入米甸人，过守约旦河的渡口，一直到别巴拉，防止米甸人过河。对安尼，以法莲人就组织过守约旦河渡口，直到别巴拉。因掠着米甸2个领袖俄立甲巴伊伯，伫俄立的石盘刣俄立，伫西伊伯的酒窟刣西伊伯。因搁对入米甸人，将俄立甲西伊伯的头壳带去约旦河东边，交互基甸。咱今仔睇圣经节，伫士师记第3章到第7章。